我作为一名太原科技大学的老教授，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曾经长期在教学和科研战线上不懈地工作过，为祖国富强、为人民的幸福贡献过微薄之力，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。我们始终秉承创新育人、实践育人理念，倡导科研反哺教学，鼓励自主研制实验设备，提升学生自主创新能力，体现了工程教育回归工程。
在科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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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科大。我用心弹奏着自己的青春圆舞曲，每天都能发现不一样的美。从这里走出去，世界就在眼前。科学给人知识，实践增长才干。我们用汗水浇灌青春，我们都被保研了。母校科大始终在注视着我，激励着我，关爱着我。科大4年是我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最关键的4年。科大是一块育人的沃土。太原科技大学负重奋进、独行求实的科大精神，是我勇挑重担、勇攀高峰的坚实支柱。在这里，我获取了知识，获取了友谊，获取了爱情。只要珍惜时光，明天就一定能放飞理想。这里是我的家，我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好。